我们有请天籁银社社员以传统银调或一字行腔呈现本社先贤诗作以及得奖者的作品。以下引用的作品在2021年天籁诗奖颁奖典礼手册第8页。首先，我们请许泽耀老师来吟唱我们先贤林树山的作品《进步高照凡君祝天籁银社成立遥韵》。林树山先生是天籁银社创办人，也是天籁调的开创者。这首五言律诗是记录99年前天籁银社创立之初的欢欣与盛况。许泽耀老师师从黄冠仁老师学习河洛汉诗吟唱，并向张国玉社长学习古典诗写作。目前在大安、宜兰、罗东社大教授台语河洛汉诗吟唱及古典汉文课程。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许泽耀老师。在下天籁银社柯德耀，我今晚要来吟唱的是《进步高调凡君祝天籁银社成立遥韵》林树山作。这还都是樱花接待行，色丹书记歌，现代书文明，只觉人如玉，风景谁有名？接近天籁发，一样不牺牲。多谢各位。好，我们谢谢徐老师。